一些可能大家常听到的许悲伤的故事嘛，就可能业力找上门的例子，那就是可以跟道亲去做一个分享。那其实这都可以看各单位发生的事情啊，去就是加入到这个成全包里面。那我们就要建议道亲来到佛堂嘛，那其实我们就是可以跟他讲说我们来佛堂听课的一些好处。那像是我们从有很多班嘛，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条列式的列出来。那除了列出来之后，也可以方便去让道亲说哦，有很多个班。那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班去做讲解。那这边也是一个图片的解说。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刚刚我们就是除了我们讲很多，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照片的辅助啊，其实浅他们可能就是很像是去了，或许用比喻啊，就好像我们是蒙着眼睛，然后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，我们只听得到声音，但是我们的眼睛没有看到，所以就没有印象。就说你可能今天给他介绍很多班，然后每一班都有很多的好处，但是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很有印象说，读经班，他读经班是在做什么活动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照片的辅助，然后也可以跟他讲说，儿童会有儿童读经班，那儿童读经班呢，可能适合13岁以下的小朋友来学习这样子。那我们有青少年班，对，然后还有经典研究班，然后还有菩提心慧班，然后启慧班，然后老菩萨日照班这样子。那最后还有我们的亲爱志工队的部分。好，那这是以上我们的第一份成全包的内容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要讲解说，这个成全包的使用的时机点。那像我们第一个